喜怒哀乐这个表现的方式。所以我得你英文篇，你这份26分讲，肉以色见人，以因生求偶，世人行邪道，心不见不难。有意识见貌，有一影响以后，事业影响的基本变出来。那么讲呢吼，《金刚经》26分，它是很清楚，喜怒哀乐作为发基理发哦，这个呢，这个永天。好，现在这个叫喜怒哀乐作为中，一点中，一点中心里面，中西一个喜怒哀乐，这个喜怒哀乐，它含总的这个办法。哦，你办法来来讲讲，无离开了喜悦的喜怒哀乐，所以空性讲喜怒哀乐，一中的这个中，所以呢，东西不同，咱就从大家分做四分一灵来解释，而其出现问主清净，而其出问不行变，而其出现问主主教，而其出现问不动量，这个四问。看到这个数就一定要了解吼，这个数问就是以捕捉这个物件来变。刚才这个捕捉是捕捉的一切物件，所以当时咱合作分做四个概念。但是这四个呢，基本上来讲是问嘛的切，但是这个中的这物件，中的喜怒哀乐智慧法，因为伊基于法，伊本来就是种含中。一旦拿出来，更痛感，你可以做。但是要跟花而皆众结为之和，现在把做法给我派的卡是什么？合体出现连心谈判，恋爱智慧，所以智慧一点那个它有点重要，这个空有我的道学。许诺爱的话，智慧化为之中，在这讲空，空有空，花而皆众结为之和。伊讲啦，我叫做有，伊里袂使无法，所以咱英文篇里面常分为一无所知而生其心，无处而合；一无所知叫做空，以生其心叫做有。所以我哋经典里英文篇好，里国高的经典好，里咱国家经典好，甚至呢里国家经典好，伊绝对袂使离开空有。伊如果若空，它叫做自空；那里有叫做自有。所以空在有中，有在空中，遇到空有这种道学，咱就有买能力那个喜怒哀乐，喜怒哀乐智慧法之中，这个空的能力，因为空就是主有空无嘛，伊两个这个有方嘛，只要经济，伊要不他一起，只要经济啊，伊发起当中的有，伊经济所发出来的物件，也是所发出来，是对不对？要市场的关系。所以，当花而皆众结，你画起来后，你嘛是生很多东西出来。所以，合体出现连心万万，来作为抛前喜怒哀的智慧花，伊哪那么发，伊变成一个智空。伊哪无有一个花而皆众结，伊变成智空，智空。但是伊若要花而皆众结，伊叫发明。但是伊无有迄个中，伊变成啊，也是实在变去。所以这个空有我的道学，所以这两句话当中，伊非常咱画出个伊个体了的物件。所以伊虽然和伊是问主清净，我们咱的主权不能清净，咱的主权不能不随便，咱的主权不能捕捉一切，咱的主权不能不动摇，迄种种捕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要捕捉名，后边迄句话叫做名。所以若无迄句话妙用，你发现讲一句话，甲迄个中，空气讲的你讲空，所以你没有办妙用。所以的妙用对这个转，对喜怒哀乐法做，我有中流露出倒对自性所流露出来用迄个妙用。所以咱我想做，咱有时要注意，咱人对身体吼，咧袂好势吼，咱要注意好无，我嘛想。主义啊，是被更错了哦，所以咱要想主义，所以呢，咱想说这个妙手回春，妙手回春对不？
迄个庙所回分一心一处的周边名啊，对不对？无小心，这人细汉就无明，那是上天照着一心一处，那叫做迄个处，那叫做庙。庙不言，所以你透过上天的迄种加持，一心一处这个妙处，那个你会的想，因为是安尼啦，所以呢，安尼是